今日我哋唔講冷知識，講嘅係熱辣辣嘅粵語本字力。你知唔知道喺成千上萬嘅粵語字詞入面，有啲字古得嚟又潮，難得嚟又靚。佢哋係幾千年文化遺產入邊嘅隱世高手。今日我哋集結咗5個超級本字，組成咗一支史上最豪華嘅古字探險隊，每一個都有佢嘅獨門絕技、傳奇來歷，保證你一聽就哇一聲。準備好未？探險正式開始。Nice。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味水，佢係咁樣寫嘅。個味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MI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西漢嘅調屈原賦裏邊就有出現。原句係集九淵之神龍兮，味深潛以自珍。意思就係講要向深淵裏邊嘅神龍學習，潛喺水裏邊唔出嚟，韜光養晦，保存自己。所以味水呢就係潛水咁解啦。嗱，大家記住學游水嘅時候要學味水啊！你哋知唔知呢？解鎖第一個本字技能，佢嘅出場就好似開咗時光之門，帶你直接穿越到古人嘅世界。睇完佢嘅威水史，下一位登場嘅重量級選手更加勁。第2位出場。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能登，其中個能字係咁樣寫嘅，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ENG 可以揾到呢個詞。喺北宋時期嘅廣韻裏邊嘅解釋係能登直視貌，即係咧眼睛直視咁解。後來咧就引申為咧神色兇惡啊，通常咧係以惡使能登呢個短語形式出現嘅。嗱，日常我哋講你啊唔好惹佢啊，佢惡使能登個樣啊好得人驚噶，就係呢個能登啦。你哋學到未呢？呢個字夠晒勁，但係你以為就咁完？接落嚟呢位更加出乎意料，佢嘅故事一定會令你哇一聲。究竟邊個字可以咁型？即刻揭曉！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咧氣，呢個詞係咁樣寫嘅，其中個咧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I 可以揾到，而個氣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YI 可以揾到。呢個詞喺唐朝《阿房宮賦》裏邊有出現。原句係鼎撐玉石，金塊珠礫，氣澤咧氣，秦人視之亦不甚惜。意思就係講啊，喺阿房宮裏邊咧，嗰啲啊貴族同埋宮妃就搞到咧嗰啲寶鼎玉石啊、金銀珠寶啊，成地都係散落咗好長一段距離添。秦朝嘅貴族啊，見到咧都唔會咧珍惜嘅，所以咧咧氣啊，原意就係指物品咧散落而且連綿好長一段距離，後來咧就引申為情形好狼狽咁解啊！嗱，日常我哋講佢今日去呢個面試啊，竟然咧忘記咗帶簡歷喎，真係咧咁 hea 啦，就係呢個咧 hea，你哋學到未呢？係咪越睇越上癮？第3位嘉賓登場啦！佢唔單止係個字，更加係一種人情味，一種廣府人特有嘅溫度。我哋一齊感受下點解一個字可以咁有靈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咧啡，呢個詞係咁樣寫嘅，其中個咧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IE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漢書·魚福志》裏邊有出現。原句係張公帶劍遮咧出入，意思就係講古代帝王出行嘅時候係會有一班侍衛隨行嘅，當遇到異常情況咯，呢班侍衛就會列隊拉弓戒嚴噶啦，唔俾外人靠近。所以咧意思就係列隊，而個啡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FEI 可以揾到。喺東漢說文解字裏邊嘅解釋係啡腹
耕種也，就係咧反覆去翻土耕作咁解嘅。所以咧啡兩個字啊合埋一齊嘅意思就係指將原本啊整齊嘅物品咧翻開打亂，後來就引申為咧指人咧打扮唔整齊啦、不修邊幅啦等等。嗱，日常我哋講，佢啊着衫咧着到咧咧啡啡咁，俾人印象啊非常之唔好，就係呢個咧啡啦。你哋學到未呢？終於嚟到終極關卡，壓軸出場嘅呢位大佬，佢有故事、有性格、有力量，準備好接受最後一波靈魂衝擊未？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古一古裏邊嘅臨審。呢個詞係咁樣寫嘅，其中個審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SHEN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唐朝李白所寫嘅詩《春錦詩》裏邊有出現，原句係如甲前生樹，楊花玉嬸佳，意思就係講榆樹長出咗榆錢果實，而楊樹長出嘅楊花呢，就好似玉碎咁樣散落喺街上，所以審意思就係散落。而臨審就係指液體狀同埋顆粒狀嘅物質從上往下咁落啊，後來就引申為瑣碎繁雜嘅事物啦。嗱，日常我哋講佢份工啊，做埋晒啲臨審嘢都學唔到嘢嘅，就係呢個臨審啦。你哋學到未呢？煩死了5個本字，5段奇遇，佢哋一齊拼出咗我哋嘅文化 DNA。從古至今呢啲字未曾老去，只係換咗新樣。如果你今日都學到新知識嘅話，記得 like、share 同 tag 埋俾你個粵語發燒友朋友。留言區講下你最中意邊個本字。下期本字探險隊再出發，我哋約定繼續挖掘粵語之美。關注我，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